咁我啱啱畢業嗰陣時啦，就去咗一間投資銀行嗰度做。咁其實見到好多資本市場上面嘅流程都係人手做。咁加上大部分去分析公司嗰啲模型啦，都係集中喺一啲數字上面嘅財務數據上。咁所以譬如一啲行業性啊、管理層同埋營運嘅數據，我哋總稱文字嘅數據啦，都係要靠一啲個人經驗去做判斷。咁當時我都有嘗試借一啲機會啦，喺內部研發一啲小程式，咁去用大數據咧推動一啲資本市場嘅流程。咁所以喺2017年嗰陣時，我就鼓起勇氣離開銀行，踏上呢個科研之路。咁除咗有身邊嘅人支持之外啦，對科技嘅熱誠亦都令我可以繼續堅持落去。眼見我研發嘅技術可以幫到專業人士減省時間，係心靈上最大嘅報酬，冇金錢可以代替嘅。創業啦，最初12個月係最艱難嘅。我仲記得每日坐喺 coffee shop 一個人工作嘅日子。咁2018年啦，好彩入到數碼港嘅孵化器。2019年我哋開始組織我哋嘅團隊，直到今日啦，我哋嘅團隊已經有超過30個人喺4個唔同嘅國家嗰度工作。咁我哋成日話啦，數據好似汽油一般咁珍貴。咁好多企業喺資本市場上面嘅數據咧，都係唔係好齊整。咁就好似未提煉嘅汽油一樣。例如啦，有好多資料都係融入咗喺一啲 PDF 嘅文件裏面啦，當中有好多唔同嘅格式去呈現呢啲資料出嚟，令到咧企業係非常之有困難去解讀同埋將呢一啲文件數據化。喺美國嘅資本市場上面啦，大部分嘅披露文件都係齊整嘅，係用一啲 HTML 同埋 XML 嘅方法嚟儲存。但係咧喺亞洲咧，有好多嘅國家，包括香港嘅披露文件咧，都係用 PDF 嚟儲存。咁其實 PDF 咧都會令投資者非常之有困難去做一啲分析同埋解讀。所以啦，我哋嘅願景係希望可以研發人工智能同埋自然語言分析嘅技術，嚟到解決呢一啲文件解讀嘅痛點。透過呢一啲技術啦，我哋可以促進各個行業嘅發展同埋提升資本市場上面嘅數據處理，加速公司資訊嘅數據化。我哋嘅文件解讀嘅技術啦，已經廣泛咁應用喺資本市場嘅研究、盡職調查同埋數據報告上面。例如啦，我哋其中一個系統係可以幫到公司喺上市嘅過程當中啦，將招股書裡面嘅內容去做一個核實，減輕75% 盡職調查嘅時間。咁科研嘅目的咧，除咗喺科學上面要有突破之外，最緊要係對社會有長遠嘅價值。我作為一個用家，會用 design thinking 嘅角度去設計我哋嘅技術，令到呢啲技術可以直接有應用嘅價值，可以推動金融科技上面嘅發展。技術嘅知名度除咗會影響研發嘅持久性之外啦，亦都會提升產品嘅認受性。研發嗰陣時，每一分嘅資源都非常之重要嘅，所以啦，呢一次獲獎唔單止對我哋嘅團隊嘅努力啦，都做咗一個肯定之外，亦都加強咗我哋投放喺研發上面嘅資源。